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7月6号。这一期咱们要聊一封公開信，叫致全體歐派同仁書。最近一封來自歐派家居的致全體歐派同仁書在全網徹底刷屏。這不是一封普通的內部郵件，而是一封直面殘酷現實的生死告白。作為深耕家居行業30多年的龍頭企業，歐派他沒有選擇粉飾太平，而是通過這封信非常坦誠地告訴全體員工和外界，行業的寒冬真的來了，現在就是生死淘汰賽，企業已經站在懸崖邊，必須斷臂求生。信中那句風和日麗時，大船可容萬人同行，驚濤駭浪裡，滿載只會全員覆沒。為保大船不覆，為保多數人生存，只能忍痛請部分人下船。極端之時，小善即大惡，也就是為了保企業，保更多人的飯碗，那麼就要犧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，要請一小部分人下船。這個看得無數職場人破防，也刺痛了無數正在焦慮的中國人。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這個致全體歐派同仁書。2020年6月25號，歐派家居集團總裁室和人力資源中心聯合發布了致全體歐派同仁書。這封信的核心可以概括為一個判斷、一套方案、一種邏輯。這個書的傳文在網上有很多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。歐派它作為一家上市公司，那這些程序它還是要走到的。它致全體歐派同仁書裡面，它什麼判斷？一個是它判斷整個行業萎縮，內捲空前，企業已到了生死一線，市場蛋糕持續大幅萎縮，價格戰慘烈，營業額與利潤率雙劇烈下行。公司內部存在集團集體臃腫、費用高企、負重前行等問題，也就是企業自身也有問題，大環境、小環境都有問題。那麼方案怎麼解決當前困境呢？啟動常態化精簡機構，動態優化人員，壓降費用，無價值崗位將直接撤銷。那它的邏輯是什麼呢？邏輯就是局部的殘忍是為了換來全局的生機，單斷則斷吶，刮骨療毒。歐派為什麼會發出這樣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呢？因為數據不會撒謊，市場不能撒謊，你要撒謊，那就等着大鐵錘、大耳光。2025年，歐派實現營業收入172億元，同比下降9%，規模淨利潤20億元，同比下降23%。這是上市以來首次營收和淨利潤雙下滑。2020年一季度營收26.5億元，同比下滑23%，淨利潤進一步大跌，也就是26年還要加速。這第一季度顯示出來，25年本來就已經大幅下降了，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不僅沒有扭轉，反而還加速下跌。近3年，歐派全國門店淨減少1300多家。員工縮減6000餘人，股價從巔峰1000億市值縮水到180億元左右，市淨率一度接近1倍，創下歷史新低。更殘酷的是，整個定制的家居行業 A 股一共是9家主流企業，無一例外，2020年一季度全部是在下滑，平均跌幅超過27%，也就還有的比歐派跌得還狠。那這是整個行業的問題啊，整個行業寒冬不是歐派一家，現金流淨額全部為負。你想第一季度現金流都是負的，那你這麼下去，大家知道現金流這一斷了不就爆雷嗎？現金流是負的，那你企業現金流有多少？現金流像水位在下降，這個很多人都知道，現金流一旦斷了，那就像恆大、碧桂園、融創一樣，行業已經進入典型的量價齊殺階段。歐派作為龍頭尚且如此，其他中小企業可想而知。這個公開信裡說，今日之困堪稱空前，這個絕不是誇大。有很多人不喜歡聽這些話，一聽就覺得這是不是在誇大唱空？這是一家上市公司啊，給全體員工發了一封信，這個信在網上就傳開了。實際上它揭開了整個家居行業的一角，
甚至如果你引申開來看，他翻開了這個 K 型經濟的那條腿，這並不是誇張，而是對過去30年從未有過結構性斷裂的真實判斷。大家也知道，過去靠房地產紅利，新房源源不斷，定制家居順勢起飛。那家居行業跟房地產是密切相關，是呈線性關係。那房地產火的時候，它當然會火。但是房地產自從低迷以後，從2021年，這個定制家居跟房地產雖然不是100%同步，它有稍微一個延後。因為你2020年買的房，或者2019年買的房，那你到2022年恐怕才交了房，对家居這些都有需求，所以它有一定的稍微延後。那房地產暴雷5年以後，家居行業扛不住了，很正常。新房需求大幅縮水，市場徹底變成存量競爭，大家搶同一批翻新客戶，為了接單，無數品牌打起了極致價格戰。499元1平米的低價套餐遍地都是，直接把行業利潤壓到極致，那就內卷家具唄，都是供應過剩了。單量看着不少，實則幾乎不賺錢，增收不增利成為常態。那麼歐派的困境根源在於中國房地產的深度調整。過去20多年，城鎮化浪潮和房地產高歌猛進，掀起了家居、家裝、建材等多個產業的黃金時代。歐派從單一櫥櫃做到全屋整家，門店遍布城鄉，規模逐年擴張，那是屬於增量時代的饋贈。市場足夠大，利潤足夠多，粗放增長能掩蓋所有的問題。但是潮水退去是悄无声息的，新房交付逐年走低，城鎮化紅利走到尾聲，存量時代全面到來，原本飽滿的蛋糕越變越小，玩家卻依舊擁擠，為了活下去，只能不斷降價內卷。這種壓力正在向全產業鏈傳導，渠道端經銷商承壓嚴重。2025年歐派經銷商門店淨減少461家，2020年一季度又淨關339家，經銷商倒閉撤店現象頻發。這是渠道端啊，而消費端呢，價格戰打得激烈，但交付和服務問題增多，不少業主反映簽約後工期一拖再拖，售後響應慢，維權群裡每天都有新加入的人。消費者花幾十萬本想選大品牌安心，結果卻陷入漫長的維權。那這個家居的上下游呢，供應商、物流、施工團隊都受到波及，小微企業抗風險能力更弱，回款周期拉長，就可能陷入困境。實際上這不只是家居行業，當下我們的經濟各行各業都在經歷類似的陣痛，也就是向下那條腿。你只要是在向下這條腿的，那多少壓力是與日俱增，焦慮越來越嚴重。你比如說製造業面臨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，消費電子、汽車等耐用品消費疲軟。這個5月、6月，汽車行業是2位數下滑，你見過嗎？2位數下滑什麼意思啊？服務業雖然有韌性，但也受宏觀環境影響，招聘謹慎。青年失業率高位波動，就業市场空前激烈，很多应届生投遞上百份簡歷，石沉大海。1270万大學生一畢業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畢業即失業。而在崗員工的績效壓力倍增，往往一個人幹2個人的活，要加班，工資還沒漲，稍有鬆懈就面臨優化。所以歐派信中提到常態化、動態化、優化，也就是隨時隨地優化，意味着淘汰機制不再是一次性事件，不是說攒到年終年底一把優化來一次大的，不是這樣子，以后隨時優化，哪兒人多了，哪兒沒有效益，馬上就裁員。很多企業都在悄悄跟進，無非有很多企業它沒有發全員信，沒有傳到網上來，他們實際上是在悄悄執行所謂的歐派這個常態化，悄悄的進村，打槍的不要。過去家人文化共度難關的話術，正在被以崗位價值為唯一標尺取代。大家還記得東哥說的吧？是吧？不創造價值還是什麼兄弟？大概这意思。以前都是兄弟啊，旗手
物流員工、快遞那都是兄弟。那后来东哥再复出的时候也不讲兄弟了，好的时候那是称兄道弟，压力来了兄弟也做不成了。这实际上这个就是凸显这个企業遇到困境，那麼怎麼辦？只能是斷臂求生，壯士斷腕。在強調刮脂減肌的同時，歐派2025年擬現金分紅15億元，佔規模淨利潤的75%，分紅比例創上市新高。上市以來累計分紅72.3億元，創始人姚良松持股66%，8年分紅接近50億元。這一點引起了詬病，一邊狠心控制成本、優化人員，一邊保持高分紅，這引發了廣泛討論。如何協調股東回報與組織承壓，成為嚴肅的考題，就是在股東和員工之間怎麼平衡，這個是一個企業要面對的。從企業角度，這是穿越週期的現實選擇。在利潤下滑、現金流承壓的情況下，高分紅是向資本市場傳遞信心，維持融資能力。但從員工和行業視角看，在業績腰斬、市值大幅縮水的時候，普通打工人承擔了週期調整的主要代價。近2年，歐派減員超6000人，集中在生產、技術、行政板塊。銷售端相對保留，但每個人都感受到深層的壓力。心裡說不能給力便當減負，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必須持續創造價值，否則就會被淘汰。用東哥的話說就是兄弟做不成了。這反映了職場環境的根本變化，沒有穩定的公司，只有穩定的價值；沒有永遠安穩的崗位，只有持續輸出的能力。實際上歐派年年分紅，由於分紅，那大股東實際控制人姚良松他就分的最多。那這怎麼看這個事呢？一說到分紅，我們必須要警惕。現在在登縫紉機的許老闆，他就喜歡分紅，通過分紅，他們家族大概分了200億或者幾百億、500億，反正具體多少數我忘了，反正是幾百億的分走了，這是合理合法的把它分走了。結果恆大留下了一個大窟窿，一個爛攤子在那兒。你說這種分紅合理嗎？當然不合理，都知道。但問題它不合理在哪兒？你每次分紅都是股東大會，都是有審計，都是有關部門、港交所，它都沒有反對。只有最後一次分紅，據說被攔下了。就在最後一次分紅被攔下，還沒有1個月還2個月，恆大就爆雷了。你說就這個時候他還要分紅，所以一說分紅，我們要小心。我在以前很多節目一直反覆說，我們很多規則就被這些企業家給玩壞了。本來有關部門、監管部門提倡分紅是好事，初衷是好的，咱們不喜歡那個鐵公雞一毛不拔的。你這企業賺了那麼多錢，你也不分紅，不給股東回報，這不好。但是好，只要上面一提倡，就是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就楚王好細腰，宮中多餓死，就這樣的。你上面這一提倡分紅，好，那我就分。總之我們說直白一點，那我就從銀行借錢，我從供應商呢欠款，把這個拿來分。那你說這樣好嗎？我把業主買房的錢拿來，最後變成利潤給大家一分，反而把這個政策提倡號召變成他一個不法牟利的一個工具。所以分紅要注意看，如果他沒有創造一個窟窿，他也沒有什麼貸款，他也沒有欠供應商的錢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或者供應商的錢都在可控範圍之內，他的資產都夠，賬面上有那麼多現金，那他分紅是應該的，響應號召。只有一分紅，他大股東分得多，那沒毛病，這錢是人家賺的。你不能因為說現在公司效益不好了，就不能分，把這個錢拿來給員工發，這個也不對，這極端了。為什麼呢？股東也是人，你好多你不要老盯着姚老闆，他歐派的上市公司對他的股東有好幾萬，股東也得到好處，這是正常的，本來是一個相得益彰的這麼一個過程。反過來說，如果這個企業它存活不下去了，它前面賺了很多錢，但是現在開始虧錢了，你把錢來補也補不了幾年，一樣的會關門。養職工他養不了多少年，所以這個道理大家搞明白。所以很多人比較樸素的觀念就認為，你看你企業現在今年不行了，走下坡路了，開始斷崖式下滑，那你就不要分了，把那錢拿出來給大家發工資。他的問題不是分紅，他的問題是市場沒有了，市場的急劇萎縮。
內捲加劇，停止分紅，把分紅的錢拿來補貼企業運營，這個只是延緩，而那邊還傷害了股東。那股東一看你沒有分紅，那人家拿腳投票，你的估值繼續掉，這對企業也不好。所以說，在分紅和保職工，在股東和職工之間，實際上企業是要找平衡點的，是要平衡。剛才已經說了，這不是江山歐派家居一家的問題，是整個家居行業。實際上它也不是家居行業一个行業的問題，它是整個當下 K 型發展向下的那一條腿，所有的行業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。只要你是向下的那條腿，也就是大家所說的你是碳基，那都是承壓。即便你是硅基，那也得血統純正的硅基才行。你不是說你投一個硅基你就是硅基。所以我們最近一直在做節目，說這個互聯網大廠的黃昏，為什麼他們緊張？因為不是說他們投了幾百億在人工智能這兒，他就是硅基，不一定，他很有可能莫名其妙的就被甩掉了，連參與的機會都沒了。所以他們更焦慮，他們採取的裁員辦法潤物細無聲，對吧？到期不續，集中裁員動靜太大，影響不好，那他就對吧？這樣到期不續，最後到年終或者年底實在不行，再來一刀狠的。實際上我們要拋開歐派的這封信，不要把眼光只是盯在某一個企業、某一個行業上面。實際上我們要折射當下我們每個人都要遇到的這個困難，恐怕就業越來越難。作為普通人，我們該怎麼辦？首先我一直說要認清形勢，你只有認清了形勢，你下面做的事情才有可能是對的。你形勢都沒看清楚，你下面做的事情可以認為是叫亂撲騰，是在消耗自己的精力，消耗自己的子彈彈藥。認清時代，在蓬勃發展的時候，增量時代是要擴張，要積極的去加槓桿，要敢做敢當，有所為，要做加法。但是存量時代不一樣了啊！自從2021年房地產一暴雷，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們就要做減法，就要主動收縮，要把錢、要把時間、精力花在自己身上。什麼叫花在自己身上？花在自己身上是在提高自己的才華、能力、認知。實際上這叫準備。外面不行的時候，你要鍛鍊自己，提高自己。等到外面好了，你再出擊。企業需要重構組織，從職能切割轉向價值流通。個人需要從混日子轉向超級個體。所以我們一直說，能幫你穿越這個牛熊的是你的才華，要提高自己，要做減法。什麼做減法？我記得這個恆大一暴雷的時候，我就建議所有跟房地產有關的一定要收縮，主動收縮，千萬不能再擴張，還去放更多的這個叫賬款、應收賬期，壓更多的錢，這叫擴張，千萬不要的，要主動收縮，做那些哪怕利潤不高或者沒什麼利潤，但是是現款現貨的。只要你說給60天賬期或者30天賬期或者結賬不痛快的，馬上不做了，哪怕它是20%利潤，不要了，不做。那個20%利潤恰恰是個陷阱，對吧？是你倒霉上當的原因，你刀口舔血舔習慣了，認為理所當然，那個時候就應該收縮，要現款現貨，給不了那就不做了，我關門，或者我是裁員，我主動收縮，不要到了眼前無路想回頭，身後有餘忘縮手，到那個地步叫山窮水盡，來不及了。有多少人今天倒下，因為當時還在貪婪，還在擴大，還在跟房地產這兒投資，現在錢要不回來。你投的越多，你欠銀行越多，你欠下游的錢越多，你欠工人的錢越多，因為全部壓在上游，壓在開發商那兒了，開發商房子賣不掉，開發商到時候破產，你拿回來1%，你也只能破產。但是很多人他理解不了這個，因為很多人目光短淺，他被眼前的利潤迷惑了，被賬面利潤給蒙蔽了雙眼。當整個大的環境不好的時候，當實體經濟明顯不行的時候，還有人在擴張，以為佔便宜了抄底，他擴大他的店面。你比如說前2天西安賽格貿易中心是吧，購物中心出了事情，代理好幾個運動品牌的
一個民營企業家，是吧？他在各大商場都有店。你想一想，房地產不行，那實體經濟一天比一天差的時候，它不是收縮，它還在擴張，各個店還有，這樣你就應該把所有的店不賺錢的店全部砍掉，或者是明年不賺錢的店趕緊關門，越早關門越止血快。收縮到賽格這兒利潤還可以，現在賽格等着，賽格不行也得收縮，該關門關門，這叫收攤了，因為不行了。你不要把你前20年賺的錢在這3年5年全賠掉，沒有必要啊。你要不會收攤，整個的在萎縮，你要不收攤，那你前20年賺的錢這幾年全部賠掉還不夠，你要傾家蕩產。很多人他理解不了這個啊，這就是認知不夠，沒有辦法，這就是本質上還是在賭。當然我們絕大部分人不是代理運動品牌的企業家，不要小看人家一年流水幾個億，流水越大死得越快，那賠得多，大有大的難處吗？這不是王熙鳳說的嗎？所以表面上看光鮮，那就是驢糞擔子表面光鮮。當然我們個人還到不了這個地步，個人畢竟我們叫可以騙我們的身體，不能騙我們的錢，堅決不做任何投資，堅決把自己的掙的那點工資啊，那點什麼離職補償金，那些窩囊費把它看好，這就是勝利。所以我們現在每個人要有及時的树立这種叫存量思維下的應對措施。你要知道现在是個存量博弈，這個 K 型那條腿往下，而且存量是不停的在萎縮，那在萎縮的時候我們還在裡面還要搞一瓢水，還得分一口，那你說你得花更大的力氣。所以說我一直勸，比如還在上班，你现在有工作的，你一定要保工作啊，你就是玩命的保，多委屈，你能保1年是1年，那壓力肯定大，那委屈肯定多啊，那活也多，那收入恐怕還在降，但沒辦法，因為你一旦失業了，那你就是另外一個狀態了，你再找工作那就你就知道這個厲害了。所以要保工作比找工作要好，容易。那對於現在還可以的是吧？你那工作好像你們企業有種種原因，現在不僅沒裁員，還在加薪的。那這種你一定要把這2年美好時光要記錄下來，這或許是你人生高光時刻，你千萬不要忘了，高光時刻啊，很多時候都是過了之後你才知道，原來我去年是最好的時候啊。高光時刻往往是過了之後才知道的，不是說你到了高光时刻，你这发现这是你的人生頂峰，不是這樣子的。大部分人都是到了山谷了才發現，我原來剛才爬的是最高的是嗎？那就是我的最高峰。很多人那時候就晚了。所以說我現在提醒大家什麼，如果你現在過得還挺好的，你要記住了，你現在或許就你人生最高峰，最高光時刻，最難忘的一段時光，你一定要把它記下來，好好品味。就像遇到好酒的，你好好品味，千萬不要在那兒花時間跟人抬槓，說我现在不是經濟不挺好的嗎？你應該趕緊去品味的這種美好，因為稍縱即逝，不要等到失去了你再來後悔，說我當時沒有好好的去用心去體會，留住每一份時光，美好光陰，是吧？美好時光，或許經歷過這一陣之後，你後面全是在走下坡路的時候，你就知道了，人情冷暖，你遭遇的都是打擊，都是各種埋汰，你那幼小的心靈能扛得住嗎？好日子的時候你沒好好過，下山的時候各種流言蜚語，那你可是要經受的。歐派也在自救，那像所有的企業一樣，這個時候他不願意就放棄治療，是吧？所以他也在自救，推出低價子品牌，推行破套路放心購，這等等行業這些促銷政策，還有一些激勵機制。但是大勢已去，傾巢之下安有完卵，大的環境是這樣，你搞這些東西，這些戰術層面的解決不了戰略問題。真正的破局需要從整個行業從依賴紅利轉向自我革新。寒冬不會一夜過去，但壓力也是篩選器。那些能夠在調整中夯實內功的企業和個人，將在下一個週期佔據優勢。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在下一個週期要能有一席之地，能有自己的發揮的空間和舞台。那首先你得熬到下個週期，所以你身體得扛得住，所以你的才華、你的知識要積累啊，這些都是你的本金，都是你在下一個週期裡面能夠有所成就的一個本金和底氣啊。所以歐派這封信寫進了家居行業的痛點，也照出了我們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集體陣痛。高質量發展，那就有人是高質量，那有人就被抽血失血。凛冬已至，讓寒意啊吹遍每一個角落啊，每一個中國人。
這個是任正非說的，大佬說的話不能不信。來了吧，含義在路上，含義從不缺席，只會遲到。成年人最大的底氣永遠是自己不可替代的實力，實际上就是才华。对于欧派这個企業，我不想做過多的批評或者是評價或者表揚，那這些我覺得這個不重要。你抓住這麼一個企業去說的，他做的對做的錯，意義不大。實際上你要客觀的去看，實際上就反映了整個家居行業當下的一種掙扎。有人他只是把這說出來而已，有人只做不說，區別就是那有人就認為你這個公開信有點赤裸裸，有點露骨，其實人家只是把這個事情說出来了。現在這條船只能坐2個人，是吧？我記得这是誰，哪個校長是吧？跟张学良两人在船上是吧？我就記得有這部片段吧，或者我記錯了。校長就跟张学良說，這條船上現在只能坐1個人，怎麼辦？那就張學良你要下船。那這個歐派很有可能他是通過這個故事從這兒得到了靈感或者啟發，說我們這條大船已經沒有辦法萬人同行，在驚濤駭浪裡，如果滿載只會全員覆沒，那現在只能減重，請一部分人下船，那也是為了保這個船不沉下去，那就要动一部分人的利益，不惜代價保住這條船。我們經常就是那個代價，如果你不想成為這個代價，那你就只有提高自己，或許有機會不成為那個代價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